为了要转型正义，教育部伫今年1月呢，有调集高中以上学校座谈，要求各校就要办理这轻度威权上阵的法定任务。所以中原大学则有公告，讲因会依法行政，校内中正楼对即马开始改名做地信楼。用前总统周定靖的名，中原大学民国67年甲中正楼起好号名，学生伫遮集会，艺文团体会当做来演出。不过对3月11开始，中正楼改名做地信楼，觉得有点傻眼，因为就我已经大3了，然后就突然改名，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对，但是没有什么感觉啊，就可能还是会继续叫它中正楼。没有什么差啦，而且对于中正这2个字，我就觉得把它当成是一个前总统去想就好了。不用太注意去什么去讲话。一个受访的学生感觉讲改名无重要，中原大学敢若用文字来回应，讲一切定事拢是依法来做。不过根据学校会议公开资讯，校务处提案说明讲，行政院人权和转型正义处去年11月开会，决议讲威权的上顶应该处理。教育部今年1月调集高中以上的学校来座谈，要求各校办理轻度威权上顶等法定任务。对这教育部回应讲，是要了解学校的现况和依法办理的困境，提供校际交流和必要的帮助，肯定支持中原大学甲中正楼改名做地信楼。200多个老大人对老师伫遮咧运动，台师大每礼拜3下晡伫公馆校区的中正堂办理集会人健康促进活动。今朝看第2楼的观众席，佮有半身的蒋中正的铜像，入口处佮有蒋中正北伐、抗战和建设台湾的铜雕。8当前学生会都已经在推动联署改名。我觉得保持原状就好了吧，因为毕竟我觉得学校应该也还是有他要注重的地方，这个应该算是比较次要的事情。对我们学生的话，除非有比较对历史有比较大的那个就是喜欢或什么，但我觉得对我们这种普通生来讲，我觉得是没什么差。台师大表示讲，未来规划中正堂的原址会来起国际教学大楼的第2期。教育部统计，目前列管部属机构和高中以上的学校，各有81校105项违权上顶。学校应该照出转条例，以公开沟通，找出共识，好好来处理。教育部的部分嘛会提供经费等必要的协助，一步一步帮助完成转型正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